咱亲爱的女性朋友，大家好，一个好康要甲恁报，犬种培育专家 Dr. 高碧云最新研发品种七仔狗已经上市咯。七仔狗，叫伊行伊就行，叫伊走伊就走，叫伊立正马上站好，绝对始终袂落跑。听命令，无主见，耐食耐弄，搁耐精。女性朋友啊，七仔狗赶紧去买一只，不管帮你买物件、煮宵夜、再出再入，拢嘛真好找价。七仔狗买爱认明，有防伪雷射标签，内底印3字无志气，这是咱正牌的七仔狗哦。逐工要找你的时阵，你拢走甲无看的人，想拢无想要搁过问，因为你一定是去陪七仔。若有好康的卡予你，若亲像事业做了有够大，想拢无想要搁再问，因为你一定是咧靠七仔。你一个七仔狗，七仔看到你就亲像狗，讲拢无朋友，甘愿来做个头。七仔看到你就敢哭，你一个七仔狗。来斗阵，有啥物困难敢无甲你听？如今交着水姑娘，嘛一个马上咧着放袂记。咱当野山学本领，你交着七仔我嘛真 happy。但是莫亲像七仔狗，伊看到你。